友問：哇，啲關稅而家加得咁犀利啊！有柬埔寨啊、越南啊、中國，咁下一步點算呢？如果我哋做去美國嘅訂單？其實好似我之前咁講啦，想辦法喺美國做一個小型嘅工廠、小型裝嵌地方，咁你盡量啲配件呢，就喺自己個國內個廠度做晒，跟住之後就運過去，跟住之後就一個小地方100平方米咁樣啦。咁最可能呢，就喺美國嘅德州啊、中部呢，就租個地方，咁就做裝嵌，咁你就可以做到 Assemble in USA with foreign components， 你明白？如果有好多人問我就係：喂，今日呢個 idea 幾好，但係我哋嗰個配件啊，如果佢進口都要俾稅嘅喎。係，你講得冇錯，配件係俾稅，但係點都好過你成個成品俾稅。你配件譬如話你一個杯，依家有個蓋，咁你個杯你可能係成本係3蚊，個蓋係2蚊，咁你加埋個成本加埋5蚊，但係你成個組合咗加埋個彩盒嘅話，咁就係唔係5蚊或6蚊，你係講緊係可能9蚊至12蚊，咁佢打稅打成品差好遠，所以配件入口一定平過成品。如果配件進口再想辦法有平啲，有辦法教你，但係就喺分享會度我先至可以同大家分享。如果有問題記住留言俾我。嚟緊4月份我會喺廣州搞出海分享會，如果你有興趣知多啲嘅，今日記住報名啦。